不吃，为什么你让我给你做呢？有人吃了我丈母娘做的东西，我当然要吃你做的了。你回来了，怎么样？米兰之行如何？还不错吧。这个是给你的，还有我的礼物。青团尼罗，你做的？我妈妈做的。她说感谢你帮她换了烘干机。举手之劳而已。不过我也很久没有吃过青团了，替我谢谢你妈妈。要谢的话呢，你自己去谢吧，我可不是你俩的传话筒。不过你这次算是有口福了，我妈做的青团特别好吃。哦，你这是在嫉妒吗？难道没有做你的饭呢？我确实是很久没有吃我妈做的青团了，不过我要是想吃，应该会给我做的吧。你要是不介意，我也可以帮你分担一点。我可舍不得。好了，我还没有吃午饭，要不要一起啊？顾西西，思辰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之前帮顾阿姨点忙，然后西西替阿姨送点东西给我。回家。小冉走了。再见。你呀，青团是什么？青团是我妈妈亲手做的，给莫学长当做谢礼。莫子欣现在还真厉害啊！你会做青团吗？会啊。我要吃。你可以买啊。我要吃你做的。是吧，小少爷？没吃过啊。怎么样？难吃死！怎么会呢？如果我刚才不过去，你会答应和他一起吃饭吗？莫学长。会吧，毕竟我还挺喜欢吃我妈妈做的青团的。干嘛？就不吃了？我本来就不爱吃这个东西。不吃，为什么你让我给你做呢？有人吃了我丈母娘做的东西，我当然要吃你做的了。你。幼稚。